一個好嘅花名可以幫你同一個人去增進同佢嘅關係。通常咧，即係幫人改花名咧，都係經過一啲嘅經歷啊。咁嗰個花名某程度上就變咗係你同佢之間嗰個秘密。即係所以每次當你提起嗰個花名嘅時候咧，都會令你記翻起背後嗰個故事嘅。所以問題咧就係點樣先至為之一個好嘅花名？嗱，第一咧就係唔能夠太早改。如果你認識一個人嘅時候，你即刻幫佢改一個花名呢，佢會感覺被冒犯嘅。所以你通常識咗一段時間啦，同佢建立咗某程度嘅一啲嘅關係之後呢，你先至可以同佢改花名，咁先至唔會令佢覺得有冒犯嘅感覺。嗱，第二呢，就係要有故事性，或者由背後一啲嘅經歷嚟到去支持住呢個嘅花名嘅。嗱，即係打個比喻，即係好多時你見到好多唔同嘅情侶，通常幫個即係伴侶改花名叫豬豬咁樣嘅，係咪？咁啊，豬豬好普通啦，有乜特別啫咁樣。咁但係打一個比喻，你話可能係一個中學生，咁咧佢嗰陣時候想送一份送一個首飾俾個女朋友，但係咧當其時咧佢因為一個係一個學生，佢又冇錢，所以咧就買咗一粒珍寶珠嚟到送俾呢個女朋友。咁咧就同呢個女朋友講：嗱，雖然咧我依家冇錢買條頸鏈俾你，我送呢個珍寶珠俾你代替住先啦。意思咧就係你係我最珍貴嘅即係乖豬。OK 嗱，咁咧當你再用呢件事去幫佢改豬豬呢個花名嘅時候，每一次一提起豬豬呢個名嘅時候，佢就諗翻我哋背後過往嘅一啲嘅經歷，或者可能嗰個花名未必可能係你哋兩個人嘅，可能係一小 group 嘅人嘅，即係可能你哋去過一次嘅旅行，一啲嘅經歷，咁變咗譬如呢個花名就成為你個 group 人當中嘅一啲嘅共同回憶同埋一個共同嘅密碼啦。嗱，第三咧就唔能夠有負面嘅意思嘅，即係用翻同一個例子，豬豬咁樣樣。咁啊，如果嗰個人對方以前可能細個可能試過食豬肉餃啃親嘅，每次提起豬呢樣嘢，佢都會聯想起唔開心嘅經歷嘅時候，你每次提起豬豬呢個名咧，佢就會聯想喺背後嘅一啲負面情緒。咁所以咧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嘅花名啦。